Sadhu, sadhu, sadhu. Upo y, upo se. Lu lắng y siêu tế cài, cả bộ siêu tế cài, tapi uliam gò cài. Và ai cái gì chả chỉ đầu kinh họ lu lắng cha. Chỉ đầu kinh Buddha Pun Sim Kong. Because there is one person. Biku, tòa chỉ là thế cài. Cu chỉ là真正才气的人出现，按这个才气的人来出现，来大的这个世间，来出世这个世间，就是因为这个世间教育福气才有谈讲谈到这个才气的人，按这才气的人是正是咱的福。到伊来大伫这个世间，来救真正济众生。你知无？2500几年前啊，咱的悉达多太子来出世的时，迄了我唔使讲了，你人知这个佛的经我有徛，伊安怎来出世？伊来出世的点啥啊？会使讲啊？佛教时，人是真正大的福气。伊的点声，伊就趁着觉悟离开世间了，去入巴去趁着觉悟。伊出来，应该啊，伊是跳出苦海的人，伊唔使来教这个经。特别少一个教到半死，教到尾来，你知无？3摆。会使讲啊，跟点声达日，伊要起来的点声，伊想看，今日我会倒一句，过了后，伊才讲啊，我的佛经会打汉5000年。特别今日你算看，佛离开世间了，过了这个一半，对这5000年、2500年。他那是过了2500年，伊会对这一半的点声，这个就是讲啊，伊起教育完了，咱伊要失败了，这个佛经就要失败的点声啊，人直恶，你人若是会修这个5戒甲8戒，你人是100%要离开世间。要来去出世天顶，你来想看，虾米事我要一心要来做好，因为我看这个若是这主妇的失败的点声，人乱做，到人乱做啊，世间会真正黑暗，无一个人3摆会晓讲虾米是好，虾米是无好。这个你黑暗的点声，3摆今日我要讲这条经，就是讲啊，佛有伫世间要来救众生，若是佛无治了啊，邪见直入来了。今日的邪见啊，是真正济，有诶甲你讲啊，真正济项，我毋免讲上济，伊讲啊。你人来相信我，你稳去天顶。这句话，一个人伊无谈觉悟，伊讲啊，你来相信我，你去天顶。这个是人讲的，特别佛啊的话，伊的话一刀错分毋捌。伊若是讲一个人，你安怎会谈？你安怎会跳出苦海？你定着会谈这条路。是伊讲啊，这个人会离开世间，7日来安怎样？拢总伊话毋捌错。今日科学分要证明真正济项讲，有当时佛讲话错，到贪啊，无半人会敢讲着有影佛讲的话会错。所以这个咱要知，今日真正
咱的这个佛经啊，过了这个 midline 是用中的一条痕过了时间了。And then 人真正无明白讲，后过我若是好好啊，我爱个要出世做人。And 这句话我若是女人，我唔敢讲，因为人通啊直直失败。假如若是失败，如果要来出世做人，伫黑暗的点声，你看落父母无做一下，你不孝。And then 你对社会，你无惊天无惊地，你袂晓见笑，and 你讲话甲了是愚痴无明白。And then 你的 mind 真正 restless， 你的 mind 你的心真正乱，拢总直直爱啥物啊？贪嗔痴。三摆嘅讲句我要讲互你听。伊身心伊谈着觉悟，点声要讲几句，伊伫做好诶点声。你看伊尾来29岁离开这世间，你无离开这个做太子，然后你入班了坐禅了谈着觉悟。你看伊谈着觉悟，伊会使讲啊离开世间，入团了，但你卖伊度真正济人。头一到伊讲经的点声，你看，伊只讲经的点声，一个人呢，跟人呐谈了一个罗汉，人，把你这一个人，下晡个一个查某，伊听着红公伫讲话，噗，伊本谈一个罗汉，阮是谈一个罗汉，伊是稳的人，在的人，伊。小时甲念罗王，禽兽恶鬼妖精妖怪，伊离开这个死的苦的所在。内人呢头一日，特别你知天顶就这啊，180 million， 伊180 million 的红光谈了一个二个谈着这个。觉悟 understand 这个佛伊了价值。所以你看头一道伊伫讲经的时啊 ，and then 伊伫传经的时啊，伊头一个伊想甲咩啊？想甲这个5个比丘 ，and 你知伊安怎样？伊会使心动来飞去，但是伊甘愿行路去约远18里，1里7支手， and 你算啊？成8支手，伊伫行，要去度这个5个比丘。特别虾米事，伊要去行路去。因为你知无啊？伊看着半路是一个圣人，这圣人啊，伊行唔着路，特别要去度伊，这个人伊尾来到半路，伊拄着佛，伊问佛世尊。我看你面真正庄严，就是你神圣。咱佛在讲，我家己找到这条路，假如我会使讲是我的神圣，这个就是讲了一个圣人，伊去交直要拄这个人，伊才对去迄个所在，去。所以未来你看，伊去传经的时啊，伊去讲互这个5个比丘，头一个，佢一日谈一个罗汉；第二日谈；第三日谈；第4日谈；第5日谈。过了这个5个谈，第6日伊讲经，这条经伊就是讲伊写这个阿那达无我的经，伊只写这无我的经啦，这个5个拢总成了4个罗汉。你看伊一路去，落来伊个带真遐济人，伊去一个所在叫做乌鲁维拉。乌鲁维拉迄边啊，有1000个这个叫做出家人。这个出家人啊，所行的路唔着路，伊人叫做 fire worship， 点拜火。你看，伊用
3500几个行动力要渡这个人，因为这个1000人啊，真正第一，伊渐渐看佛出现一项过一项，出现一项过一项了啊，伊渐渐讲，伊无成佛，伊无成阿拉汉，我是阿拉汉，这个就是乌鲁维拉卡萨巴、嘎亚卡萨巴。个一个南地卡萨巴，这个3个卡萨巴有加了1000个道地，拢总之行唔着路，佛用行动力导伊，几耐行动力我讲互人听，有一日呢，伊去教这乌鲁维拉卡萨巴讲啊，主夫，我本是出家，我是出家人，我要来大这边一名好无？你讲我这边无位，无位了哪里？这个房间有无？这个房间啊，有一只灵，这个灵是真正歹，逐个人入去出来嘛才是死。佛讲，到若是安尼，你互我这个房间，你看，伊人知影，你若是要入你大啦，我互你大，规暝 actually 啊，这个灵做乱到佛，佛用行动力，主悲的行动力，未来啊，马在天光也是开了门，伊人阿甲讲这个佛就无了，就开看，安怎一个有字，你问讲我灵去倒落，伊开个目互你看，左边一只蛇囝安尼。所以这个是特别的行动力，个就会行动力未来安怎做？因为3000几个我若是讲出来讲未了，所以我要讲我听。今天啊，如果伊来请佛时阵讲12月我12点了，特别佛教无时间，伊讲行去食饭点声到了，and then 啊，佛讲好，你去头先，我来。这个加沙巴行头先，佛在后面，特别后面出伊无去天顶去办一个城市，咱咪叫会使讲一个占卜，占卜唔是像咱的占卜的，伊是向边印度出名的物件，可以看。then 呢，噗，他等伊去到咧食饭的所在，伊看佛坐条，讲你淡仔到我后面，按照你摊哪会来坐？个万一个话，咱这里互你看，伊出2、3项的行动力。破茶本是上，伊人破袂遮哩，佛讲一破是无，噗，一下人拢总啊500几地茶破个了，所以做听这项，特别水后尾到安怎，向边饮水规暝落雨，伊知讲佛大伫我江边行就是饮水了，伊讲惨，了伊人就坐桥去，就坐船去，再去坐船去看到佛大伫一个地，特别水来顶面了，个落一底像一个壁安尼，落一底了，佛大伫大，伊看了安怎的来咯？特别伊就看了讲，哇，安尼行动力安尼厉害。then 伊个讲啊，特别伊无成罗汉，我成罗汉，我是人第一，所以尾来的是讲，来，起来坐我的船，所以坐了船啊，伊渐渐想讲，伊是搞变化，特别伊无想到我成了阿拉汉了 ，and then 佛才看到，才佛讲我，加萨巴。你渐渐讲，我是阿拉汉，你无成阿拉汉，你一个罗汉本无啊，所以那边伊把你只在车，等伊跪落去，这跪落去呢，伊接受佛就真正，未来真呢，在伫那边米沙拉王啊，做老大请伊，这加沙巴本去了，这个佛本去。人看到加沙巴个佛老的钱狗就出名，伊人说戆了就住要拜住头先，我唔知。
咪咪沙郎甲这人讲，唔使到路一个是神仙，无正着佛来吹伊神仙啊上。等佛教是佛才讲，哦，伊人的心疑心，所以佛才讲，加萨巴，他们是路黑角路这个拜会的，等这个加萨巴才讲，我黑角这个拜会的，因为这个拜会的搞对咁位啊，是谈着。心通对录音真正爽，真正水。上个这个啥讲啊，约会真正济啊。And then 这个物件结尾来是靠，and just 我就听到我的先生讲安尼，我tìm起搞这个物件。Then 伊只背起 ，and 伊背起这个野章 ，and then 伊只讲，佛是先生，我是道地。第二道一个背起内也长的关，伊讲佛是先生，我是学生。第三道伊个七道起个路，马路要讲互世界听，正佛是先生，我是一个学生。所以你看伊一团啊，安尼样就一千个做隆重，按这个经过了未来一个架子，按一架咩？一架这个。Fire worshiping， 伊讲这个录音啊，正是真正苦的物件，火的烧，虾米叫做火的烧？目睭火烧，耳仔火烧，鼻孔火烧，嘴火烧，下手火烧，心上火烧。虾米烧虾米？安尼目睭点点爱看水甲无水。水是贪，无水是情。And then 耳仔本是想，鼻孔本是想，贪情痴那样。And 这贪情痴是啥？火的烧咱，未看到，未拍到，看到这涅槃。所以教了这个经啊，这个一千个隆重成了4个罗汉。And 你看。真正济一道，真正济人。过落来你看，伊个去到偌，伊去一个所在45里，真正远。你算啊，按这个本是啥物啊？交子用神动力飞去，因为伊看到天光早起的时，观看一个人要来大伫这边，伊要来找我。所以这个人按照做我讲了听，这个名是布古萨，这布古萨甲这宾比沙拉王是真正好朋友。And then 呢宾比沙拉王写一条这个金牌 ，and 这个金牌伊写佛的话 ，and 这佛的话就是教人讲，安怎样要来修行，爱布施，爱受戒，爱戒善。安尼呢，伊学到这个物件，伊这个教无像，这个无像好嘞，所以伊真正这下呢，这个不顾啥啊，就听到安尼呢，伊入心，伊迄个伊家庭行45里要来找先生，伊到个一个所在，伊每个所在人讲啊，我要喊名一条路。伊讲你若是这边要喊名，你去来做水的所在，伊有一个灶，伊人就布水了啦，你像厝囝那边那边有抓，你会使去讨大，咱这布古沙本去讨大那边。因为他们说啊，印度若是伫做winter点上是真正寒，咱。下晡慢了久不到用行动力回来了去到咧所在，伊做啥平常人，伊本去到咧所在，去到所在了伊看到这个布古萨少年家来，这不少年家来了，因为讲啊，你大道路你做啥物？伊讲我要找我的先生，我的先生讲这几句话真正亲。我要对啊，伊会教啦，我要对，是我要对。但你佛无讲，我是不打，伊无讲。你讲不要紧啊，你先生无先生，我讲淡薄佛理互你听。伊讲的经就是
叫做 graded discourse 就是講人喺嗰啲世間喺正學，而即係對博士，阿得博士咧係有戒，阿得戒咧你成日要去田頂，阿得嗰啲田頂你冒險，而你即係落緊嚟享受啲嘢路，而你如那是會曉請起來，切起隔隻落緊嚟享受。阿得喺隔隻嚟享受了，你要明白看到嚟出事是嚟打考，而阿得咧這個考是對啲得咯，對貪錢痴來，而你如那是會看個這個貪錢痴無，你會看到立團，阿得你看到立團了，你那是個坐好好，看好，你知安怎嘅路才會談到這立團。這就是叫做 graded discourse。這安尼人一聽到呢，這個少年家跪落這人，安尼講，如啦是這個先生我的錯嘅 ，and then 這個人一下啦跪落去，忽時陣接受我到地 ，and 忽講好，你去找家事 ，and 這個人故事伊無啥物送家事。And then 伊今日就去吹家私，點聲直接牛踏伊死啊！伊彈了3個羅漢，安尼聽經啊，1個2個3個彈。then 伊今日有啲 Brahma world 大啲險地，所以這個你看一位漸直多，看到我要講過一條啊，伊去到一個所在阿拉瓦加。這阿拉瓦講啊，正是一個妖精妖怪，伊大啲嗰個所在，唔到嗰個所在啊，這個阿拉瓦講伊大啲樹長卡，伊要落來大啲樹長卡嘅時啊，咱嘅四大金剛有講，這個所在就嚟入到這個長卡，你會使食伊，因為伊人妖精妖怪，伊人要食這個物件，所以這個阿拉瓦講啊。一日大地響邊長卡，你知啊？這昂響邊係昂，甲這嘢步鳥伊下面，甲了出去拍蠟了我就昂一日行去到對這個落了穿了大地長卡，這徛掉，阿拉瓦家出來嘅所在。哈！你入到這張卡，你生命在我手，我要食你，咱王你在驚死。佢講你唔通食我，你食一隻落我拍死了嘅。你講落我唔愛，落我本愛，尋你我本愛，要買來尋上啦。就王講啊，你唔通食我啦，我是一個王來啊。你若要食你，大日我互你一個人。and then 你咧往轉去到了還是大日伊就叫一個做沙拉嘅人捧一半飯，and 這個人就捧這個飯入這個張卡，這阿拉瓦家就食這個人，食這個人才食個飯，所以大日食到尾來腳骨間無半人了，三擺尾來講按照做啊，人都無了，沙拉人都無了，尾來食囡仔。搭建厝就要好一個囝，所以三擺大人就生囝，生囝了搬去別個國，生囝了搬去別個國，了尾來之日啊，王本心嘅囝就要好這妖精食，這個去到第四要妖精食嘅時呢，伊就壓這個飯去。and then 王鳥個了好啦，無嚟做半行，特別好一暝，不但看到了，這個阿拉瓦家要生一個羅漢，我都是妖精妖怪，伊會使生一個羅漢，但係來出世有3條筋呢 ，and then 安怎樣？伊去打咩？伊入去阿拉瓦家嘅厝，入去了阿拉瓦家講出，入。伊入出3道，第4道叫伊出，但不大講，
我无出了，你来无出啦？安尼你来买出啊？你无听我话，我互你几拿条问题，你来是要因我的问题，我会使帮你转，你来袂晓帮我的问题，我问的问题，你来是袂，我无帮你转。啊，咱这个有钱有贵，问几拿条问题，就问落去呢，伊才知讲，哇，原来这个是赚着觉悟的人，把你才会因着这个。And then and then I say, you are the master, I am your disciple. 你是我的先生，我一除了这个不当呢，才会答应这条件。今日你看下来，因了答应我这条件，你正是不当。And then 我现在谈着一个罗汉，佢哋太祖入回来，伊唔敢食咧，太祖伊放咧太祖对，所以你看我这里大真正济人落去。你要叫我讲真一济项，我讲未了。特别我要讲你听，这个主妇啊，直直气，直直恶，直直恶。今日你人看世间的人啊，无像个古早的人，古早的人啊，行孝真正有啊。逐个行字甲了行孝，你人若是看倒就戏，你人看。叫你这倒就戏啊，真侪人讲哈咪啦安尼，特别论来听好啊，伊人的话真正好听，伊人的礼貌真正有。特别我毋是倒就人，你听我讲，你听几项，你看若是这故事啊，人要去考状元啊，伊袂前袂后面说，伊想甲爸母头先。你人今日看，你囝要去爸母啊。I want money， 我要去这，我要求咧。爸母伫白个头壳，安怎要趁？特别这个你看，伊人行路去到北边，有当时大啲简单的去到遐边啊，2、3千支酒，佮在啲行路，安尼考状元的点点？你看伊安怎做？爹爹母亲伊当听做，叫伊爸母坐落去头先。接受孩子一拜，接受我一拜，爱答落去。然把你只去天咧地了跪咯，了可以阿妈甲阿爸食，了爸母才讲我行不灵起来。所以你看我这个甲了通啊有无？这个真正我每路人看，这讲捌跪路无？比如讲，阿妈讲，阿爸讲无了。我人的点声结果有，你每个了老安弟看有捌无？故事甲了是安尼样，看啊无啦。Happy New Year， 红包金，这个甲了无像了，所以看啊，你人看你16个梦，头一项啊，囝无行孝了。主妇要失败，他那有加减的，迄个有的是虾米啊？是 good training， 爸母家是教育 ，and then 靠教。特别你若是放咧烂串，买来这个囡仔个了烂串，上回呢就一日来到啲，我的论来讲啊，我的囝真正坎坷啦，12岁，那是叫伊去读册，就叫伊7、8刀。你叫伊上咩？就你看，安尼早你叫我去，安尼伊逐过去的时候，会使讲啊，无西面也一个咪7的安尼去学堂了，12、3岁，了个命大母，安尼早叫我，了你人甲日伊讲啊，因为伊子大读册，袂讲这子真骨力，伊阿咩啊，阮是土个子，安尼你看无够困，安尼今日去。自己感觉落甲伊爸母，所以你看，细汉你讲我的囝袂晓听话，咱叫伊较早起，伊卖去，所以你看了，这个你叫伊做伊卖做，叫你做伊卖做，伊讲你唔使想，伊也一个炒酒烧一地，你就炒一地，伊制度上面吐出来了，那才来安尼样。所以讲，看那是真正歹，我做安路路就拢教。我讲这个唔是我教咯，这个你就要教咯，唔是我就要教讲起来就扫地就虾米无。
所以这今日你看头一项啊，囝儿无孝子；第二项啊，伊人这个贪嗔痴真正凶。今日你再无囡仔细细汉啊，伊甲伊讲 ，actually 我唔捌看了，几岁？9岁。啊，你去看这个物件，就好你看，我爸爸甲妈妈看，我嘛是看咯。所以这个个了是非常好，这爸母无过，这个外人的点声故事啊，唔敢看这个册，看到这册，个目睭看唔敢去看伊这个物件。他哪都看，openly 人好看，所以这个个了是一好。有当时讲，哎呀，伊人要看唔落，伊人看，互人较在车淡薄。这个唔是在车，这个少年了，伊约会真正上了，所以这个。头一项我要讲你听，这个人世界就是恶了。And 今日你若是 follow midline 落去了啊，人就是失败，命就是底。And 今日你来看，一个人若是75岁，你问伊讲75岁够重了，达人。所以这个你就是安尼咱明白，所以唔通讲啊，后过我要来出世做人。无用，你虾米说人变红人，红人变黑暗，黑暗变唔知虾米对甲无对，唔知虾米对甲无对，会通去好诶所在袂。所以这个我要调直要讲这条经互你听，因为今日人伫讲啦，哇，佛真正好啦，伊在度一人，伊人伫听，and then 一日佛行入来，问这回声。你人伫讲虾米？你人伫参详虾米？咱即阵的回想讲，佛世尊啊，我人伫讲你安怎庄严，安怎好，安怎孝人。我你去到你道一个道咧，道一个，and then 我人在讲啊，这里要找过一个众生上个你安尼好啊，无当找。但佛在讲，这个是贪啊，我贪着觉悟了。但你看我还未谈到觉悟的时，我还是平常人，还未谈到觉悟。我本爱救众生，and 然后伊才讲这条故事，and 这条故事叫马哈干哈加达嘎，and 这里来看加达嘎 story 469，你唔通去第一个 number 啊，469，469是这条经，你人去看。and 这边啊，伊讲啊，佛教的点声我做天公 ，and Ananda，and then 佛教我伫做天公的点声，我点看，安怎这个世界啊，无半新的红光来，拢总大家都人死，特别这人死无半个来做红光。拢总落这4个科所在，第一个禽兽高鬼妖精妖怪，还一个红光都无来啊！and then 伊才讲啊，惨嘛，安怎无讲久出一个互我看 ，and 伊才看，哎呀，世间安尼黑暗 ，and then 伊想看，我要安怎救这个世间？ and then 佛教的点声，伊伫做天公的点声，伊才看到一个国家，一个王， and 然后这个王名有心啊啦 ，and 伊搞个，伊才做天公的调点声，伊看这个国家会真正黑暗 ，and 伊就叫伊安南达。 做一个叫做花马车，甲伊伫花叶马车，叫伊变做一只狗，这只狗是真正大只，这里是叫做帕拉的狗，吼来啊，规只乌，and then 伊穿红的ribbon，and then 伊的铁线，五颜的铁线白，真正响，真正勇。 then 伊金条条 ，and then 伊压一个虾钱，压一个碗 ，and then 你看啦，一个人压虾钱，一个碗像甲一个巴的人安尼，
了看一只狗，安尼狗安尼熊，安尼大只，伊参拜着咧铁线五沿的铁线这个，安金条条，安咱一条地落来落来，伫天顶落来，这落来呢，伊讲，响大大声，世界大黑暗，世界大黑暗，人就看着安尼大块的人。看一只狗安尼大只，安咱天然个安尼样，达人走，特别无做乱人落来看着伊安尼，这只狗啊，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垃圾拄着人也要对人，拄着人要对人，特别这个天然金条条，安咱你知无啊？大啲声外，伊出来啲大巴位，人看着我，拢总走对入厝，入厝了啊，有诶走去找王中，王诶王啊，大啲大巴一个人啊，真正大块，看一只狗安尼，这个狗看着人要对伊者，要对那边对来对去，我人拢总走个了，城外无半人个了，拢总走。了王讲，狗那是安尼厉害诶人，堪要看城外。做这城门拢总砍去，这个城门啊 ，actually 是啊，差不多20卡机，这个20卡机啊，这个人本会跳过，看了狗跳过，入来的城来，这入来的城来了后，一大直讲。讲啊咩啊？讲讲世界真正黑暗，世界真正黑暗。咱到那时安尼，了伊买来啊，这人啊，有诶无趁对厝啊，走去王宫，大啲王宫诶那面了啊，这个郎中走去窗啊伫头看，特别这个狗诶安尼向只白起呢。伊头壳本大伫窗啊位，伊讲诶声真正大声，actually 不大讲啊，这个世界毋捌听到，你讲谈不完呢，伊讲有3斗，这个3斗啊，就是讲啊，这个世界通听到安尼，这个第3斗就是讲这个干哈是这天公诶狗，讲大大声。特别大人唔知伊是天公来，大人想讲伊是一个巴的人出来。and then 啊，这王就看到哇，安尼响，了问讲，按照你狗渐直直爱对人，什么事？伊讲我狗枵，狗那是枵啊，我互你狗食啦，了你快对啦。所以按照着王宫的物件了，王要食的物件，拢总拿来一大顿互伊食。特别伊做一喙食做一喙个了，食做一喙了讲啊，伊个伫好了讲啊，他们说个伫好，伊原在报道要，好掉的是王宫达人食，掺咧枪，掺咧买物件，拢总把。咧咩叫做麦豆啦，下面拢总拨一大顿来，互一只狗食，这只狗啊，用吞落去个了，这吞落去个了啊，叫个无掂，我伫养，这人讲，按怎一个原在嗰啲养啊，食无够，王才出令，就全国嘅达人就要捡物件来。拢总抓一拨来，伊做一喙甲你吞落去，这吞落去了，伊讲啊，按怎一个就好，still 食无够，了王讲啊，这个不是狗来啊，这个是罗宾啊，妖怪来啊，拢总安尼这份食了啊，做一喙食，不是物件来啊，这个是妖精妖怪啊 ，and then 这个看伊的人在讲啊，actually 家讲我来这边，不是要来找食，
我要来这只狗要假死这边的人，还没要假死这还没人啊？这个人甲了人你都要看，还没是咩啊？伊要假死啊咩啊 ？And then 伊讲啊，这个世界大黑暗，拢总伫对物件，甲了唔对。了王讲，伊若是要食就追啊！伊讲伊要食，拢总伫行唔对路。and 这个唔对路是21项，特别这我无写出来互你听。21项，佛教的点声就是讲啊，世界伫大黑暗。and 这个大黑暗的点声是古时甲沙巴佛的点声，甲沙巴佛伊来讲佛理了，人直直行。生死过路汉真正济 ，and then after 佛离开世间，越后直直失败，失败甲真正黑暗了的时，马路这个世间的黑暗甲三败，这句话古沙拉做好，这句话无了，人未晓讲，虾米是好？佛教的点声人是讲虾米啊？你若是有类，你是好的人；你若是无类，是无好的人。这句话就未晓讲，古沙拉古沙拉是做好，古沙拉是做恶。你人若是唔通袂记会记，古沙拉就是无好，古沙拉就是好的物件。and then 我讲啊，到伊若是要食，你要食虾米物件啊？伊讲要食我元寿人。了，你元寿人是虾米物件 ？and then 这边啊，迄个帕拉的人 ，actually 是天公来，帕拉的讲，伊要食啊，是头一项的。and 这个一项，回想甲这二个伫乱做 ，and 伊人有查某甲有后生。and 伊人有时爱讲这句话，按照你人回想甲二个会大病病做红食，因为我人来无做安尼啊，甲你有回想囝，所以这句话头一个 ，Brothers forsake the duties of brotherhood， 回想无对做回想了，了无做回想做咩啊？饲鸡、饲鸭、饲猪。做生意贪累无对回想了。Sisters forsake duties of sisters， 做二个，although 伊无大迄，请了个家事，伊本无做 sister， 去在是啥在家人。and 这个 brother 本是想，开嘴落去爱累，开嘴落去爱累。落来个讲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duty of such， 做回想，伊无对回想的咯；做 sister， 伊无做 sister 的咯。that means sister 是二个的咯。Brahmins 无对 Brahmin 是这婆罗门的教，伊人无对，按佛教的点声，大项是买累，大项是买累。有个人参拜则讲啊，哎呀，你去找这个无大迄啦，无累唔通去啊。所以这个就是安尼人的黑暗，按这个黑暗的人，我会教帮助要修习这个物件。了落来佢讲 ，men for the most part follow the 10 paths of evil doing， 这个10个恶，伊人点点做，虾米这个10个恶？伊人杀生，伊人偷窃，伊人邪淫，伊人骗来个骗去，抢的是大啉酒，所以伊人甲了拢总啊，这个甲了5个恶罪伊人做 ，and then 落来伊人做虾米啊？这贪。真正香，圣地真正野赤，几粒要杀，几粒要抬，这个武器拢总所教的咯。
无对付的家事，拢总是对贪嗔痴起来。And so they died, and 伊人离开了世间，一个无半个讲叹气，伊本半天本无，一个拢总是落一个苦的所在。And 会记前过我哋讲不大讲啊，若是要对开的点声，有了贪，有了性地，有了妄想，这个人无做人。到无做人是出什么呀？第一个禽兽魔鬼、妖精妖怪，这个就是讲啊，黑暗甲三拜无路。咱你再到若是安尼了啊，天顶直直高耸，直直无，直直无。咱撒家看了啊，这个人直直安尼直直无了。伊才讲啊，这个 religion 他那大黑暗，伊才讲，到若是安尼，我就要来讲互人听 ，and then finally 达人啊看了这件 ，and then 伊才讲这 black， 伊叫这狗是 blackie，this is for food。你讲这个狗啊，不只是要来收拾这人，把这个人啊，咱来想看，伊来出事了，出事这个死的苦的所在，三摆地狱无半个，人讲直直失败，直直失败。And then 若是讲一底若是大乱，有当时只阿苏拉甲这人讲。是伊人伫冲毒，你看这福建的灾来冲毒，伊人是牙有啥讲牙咯？阿苏拉甲天公阿苏拉甲这天公，有当时阿苏拉对天公的人讲，有时天公落来对伊人都对，真路的就是对来对去，所以天顶末日会大失败。特别你看，after 这个讲了这个经啊，这个啦，这个世界啊，会兴1000年，因为哈密事咋，人真正来咯咋，人的 memory 啊，记忆真正浅。你唔信你看故事啥讲啊？有时你做虾米唔对啊？过久了，啥一个人一做故事才做唔好，做恶做虾米？未来久人袂记了，所以这个1000年啊，不大讲啊。后头伊今日伊出去，伊去做天公，伊来哈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会兴1000年，过了1000年，又个直直来，直直失败，失败甲三败，未来啊。人就会使讲福建做只会无，这福建若是无，就是讲杀山啊无，这杀山啊无，这个好甲无好无了，好甲无好无了是恶呢伫做，这恶伫做 means 人渐渐要直做直失败，这个就是不大讲啊，他们物件大伫这个世间 not permanent。无永远，所以今日呐，咱会晓听经啊，咱要知今日杀山啊，有伫，今日杀山啊有伫，特别咱若是搞的人啊，咱要用这个时间来训练自己做好，因为虾米事啊，咱的心直直变。你看一个人真正热心，听了真热心。这热心了安怎做？伊本会晓来布施，伊晓来修戒，伊本会晓学这善。特别这个善就是戒啊，维帕萨那善，唔是讲你今日戒了，你就爱到明白，你戒落去，咱个 certain stages 你看，到个一个 stage 过一个 stage 啊，伊明白。特别真正戒伊教无教这个 stage 啊，伊讲安怎安尼，安怎安尼，安怎安尼，安怎安尼。所以伊疑心真正济，
到伊疑心真正济，有当时伊做了，无人讲虎头鸟出尾，心烦恼爱叫行压大哎呀，就听到惊啦，伊突死济人，咁好long见到济人，到个一个日子啊，伊本大了，所以真正济你看。伊阮大啲 MBMC， 你看啦，济钱，搞个一个，一个济钱，好啦，坎坷啦，真正凄惨啦。了你搞个得咯，我搞个安尼咧，看到阮无半行了，放去角了。所以今日啊，你的心若是无这个骨力心啊，你真正坎坷济，你就要拼，济到300，你会看到阿咩？看到一个发生甲一个发生。有一个目标，一个精神；有一个目标，一个精神。你渐渐要看呀，你看起的精神，你知起的精神无了；落的精神无了。他等你看，有的人就在甲我讲啊，哎呀，昨我一个我 interview 一个，安怎样伊讲，哎呀，我的规身躯定，我唔讲定着久，伊讲要我一点定呀。哇！伊渐渐定是渐渐，你讲互我听，有影渐渐定，个渐定无半项。了我甲伊讲，我放一个物件，放你听着无？我有听着，但是上久有定无？本是定。That's why 你看，伊人无看着一个发生，你看定，你知定，你看好这个定啊，万一个定，了伊无了。过来，过无了，这个是神甲花，了我听放风啊，你听到有啊？你听到是有定无？啊，伊个讲个有定，但面是看无着，一点点看，就same thing。我的手春出，我的手春入，唔对咯。春出是一个精神，一个发生；入一个发生。这个路人呢是坐落去，你看，一个目标，一个精神，这个目标，一个精神，这个路人就要坐到300，这个5个阻碍无了，5个阻碍无虾米啊？肉紧的享受你无掠路了，圣地无掠路，爱困心无了，烦恼心无了，疑心无了，这个5个叫做5个阻碍，到这5个阻碍那是无了。你集中了，你集中啊，骨力心浮起来了，你突死要极限了。第二项，你心力有了，你虾米事？你看到过程，这个铺了在，这个铺了在，这个铺了在，你看到过程，and then yes， 骨力心有了，你正念真正好了。你会一个集中真正平，你地位也浮起来。安怎样叫做地位浮起来？你看到浮起的精神无了，落起的精神了。你直直看浮起甲塌落，浮起甲塌落，浮起甲你变2-3站，一个发生无了，嗰一个发生无了，嗰一个发生无了，确定伊落是落一站。有了停去，有了个停去，有了个停去，有了个停去。等伊起的是有了个停去，有了个停去。你看到升华，伊到落来，因为这个5项看甲无了。你看到，你若是这啊，若是你这啊无，等这上个人会加入甲这个，甲比往时叫你讲看这个起甲落，伊人无，伊人就看起。安怎伊起安尼慢？我甲伊讲，你要问知做虾米事？慢你讲慢，伊讲我要知安怎安尼慢？他顶咩？安怎安尼咩？我袂算袂着，我都无叫你算，我叫你看。所以你看无，有时咱教伊安尼做，伊要做别项，伊要做一个，伊要做咧。伫这边改了，伊无明白。今日路人若是会啊，大伫这边乱正受戒。讲受戒，特别这边是伊人爱念经，你人念经，甲你人念经啊，你心清净严，唔通去放这物件，
and 清净点，这个是讲啊，你 mind is clear and calm, peaceful。了你若是咪做，你要家己讲啊，好我去天顶，好我去天顶，不干路面输家，因果面输家。这因果就要在，如果无那是无关、无集中、无清净，你未去，你就要拼。所以今日咱来大这个世间，今日咱来做人 ，we have come to the top. I sit by 还是 I key，and 那是搞的人，伊就要吐丝爱直直做好。今日人以后做好啊。假如你食到80岁，大伫天顶把你19点钟无够一日一暝，你看无？所以真正等，你若是今日刚坐啊，到80岁，把你19点钟大伫天顶，爱坐买坐是主的事家，你的心的事家，你的心滴倒落来。你故事不坐，你吐丝爱坐；你谈咱那买学坐，你要听开几时才会坐？有人讲我后时才来，你后时才来，后时你要做啥物，你唔知。所以这个就是讲啊，教到这边啊，真正要紧，咱就要吐丝要坐。咱你人这边啊，坐是爱念经，你做你念到你买念，但你唔通去念这个。念你经念了，那是讲啊，无得着你个来虾米家老，是囡仔是有时你自己咁弄破的物件，把你念了，我叫你清啊净了，你安怎是囡仔，你安怎安尼去做？我会说12地，你去弄破11地，无人爱了，所以呢虾米啦？ So all these things 就是虾米啊？你人袂晓 let go， 放个了。来大地这边来修行，不是要来留住。所以人今日啊，这个日一到修行什么啊？哈密不买 ，let go。我一个老人60岁，我把你再出家做和尚，我 let go 放。咱都人这个日呢，都没放啊，放个了，今日来什么啊？如何我这个所在我大，如见这个门前我大这门前，如见了门前我大了门前。然我买卖物件，我买贪累，我一日一暝我要拼要做好。这个那是教的人，这个那摕了时间来做好，来跳出这个苦海。今日你若是做半日呢，我讲你听佛经啊，这本圣经啊，半日呢，伊出世做地人讲 earthbound dewa， anak kapindika 伊鼓励呢，修半日呢，阿没事做长神，真正大的长神。所以你看这半日呢，我若要你一日，就说不得再讲。Silena suka tingyanti, silena boga sampada, silena nibuningyanti, tasma silang visodaye. Cucu nasi siu cile paceng tu, ho un isi kiti ting. And janji ina silai cuci jiang kwai lok elang, pun si tui kai lai. And janji jiji jimaya, dan kulat tu si jo. 都到这边已经，所以咱来回想啊，让坐落不要紧，坐落 relax， 了想甲咱的亲像个月，今日咱入来这狗做忘记了，忘记的年，了我来做较好，做较好面什么呀？爱关顶诶8正度，了你人修5戒，5戒戒可以好好。这个本是不大讲啊，伊说去天顶的，他们所谓去天顶，因为这个你的金这个物件，你的切对你这恶的物件，你人 change， 你 character， 你人品 change， 你人品那是 change 啊，
你后过出事一直好的物件。你若是人品，若是无正，你伫恶毒，伫压车，伫贪心，伫歹心地，你直直失败。是这个两项尔，看你人要去好，还是无好？好是真正快乐，无好是真正苦。人是听好听，捌对时无虾米教人对。我爱你人啊，交下手做好平平。所以，若是讲我有福气通去天顶，我人本会讲，这个比比的人，你人本来，你人本来，你人本来，有你那才是老抓。所以，咱咧对了念，一人命也只能好度，suki tahun tunya deyo, idang menya tinang hutu. Suki tahun tunya teyo, idang menya tinang hutu. Suki tahun tunya teyo, o angkong simbing, ita wakta caam hehi, sambe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a, sabe buta, anu modanto, sabe sampati siddhya.